现代人身体勇健，平均拢通食到70-80岁。有民间团体即马就表示，咱台湾伫2025年会进入超高龄社会，建议政府应该重新定义老人，爱改掉老人就是弱势这款观念，嘛爱了解老人的需求，定制定补助。我专业的是伫这个部分做行销加广告传播，所以伫这个部分。 然后有一寡朋友开公司，我咧，看会当帮忙安尼。 65岁谢先生退休了后，继续贡献专长。亲像这款60岁以上身体健康的国民，国发会统计全国有427万外人。民间团体表示，现主时台湾人平均寿命已经超过80岁，不过社会普遍认为老人需要照顾，所以银发补助的预算一直提悬。老人福利法制定的时候，台湾的平均寿命是62岁。我们现在平均寿命已经多少了？超过80岁了。 我们现在所有的政策还是依据老人福利法的方式制定。从世代到科文协会解释，台湾将要伫2025年进入超高龄社会，政府若一直将焦点放伫银发补助，国家的财务恐惊会出现问题。长期研究老人经济的专家认为，应该重新定义老人，了解实际需求。我们是去研究所谓的长寿的生活，而不是去研究所谓的退休生活。 第二个话，我们要把这些壮世代的人，把他当成是一个消费者 ，consumer，OK， 他不是被照顾者 ，consumer。第三个的话，对，他们也扮演一个叫 giver， 是给予的人，而不是只是 taker。 专家建议，除了社会重新定义老人族群以外，政府嘛应该带头建立资料库，分析补助的方向，帮助因发挥功能、健康老化。记者麦上认真转由台北报道。